嗱呢幾日咧，秋高氣爽可以咁講嚇，非常之清涼啊！正所謂秋風起，食臘味。不過講到臘味呢家嘢，你睇完以下呢條片咧，尤其係東莞嘅老友，就算你咬住嗰條東莞臘腸，我睇怕你想嘔翻出嚟。睇完條片之後啊，臘味啊，即係食臘味呢家嘢，睇怕而家嚟講啊，睇完條片之後，你會覺得要有不死嘅決心同埋足夠嘅勇氣。因為近日我哋老友記咧冒住生命危險，唔係講笑，真係冒住生命危險，經過多日嘅暗訪咧，喺東莞嘅中塘鎮揾到個大型非法加工臘肉嘅黑工廠，啲原材料咧就係發臭嘅死豬肉。嗱，呢樣嘢先唔講住，裡面添加嗰啲勁咯，農藥，揾啲好有毒性嘅農藥嚟做防腐劑。我問你怕未？尋日凌晨4點半，老友記進入臘肉加工黑鍋店，只見裡面啲工人正喺度分割病死嘅豬肉，見到有人拍攝，啲工人即刻就走夾唔唞。人走晒啦，咁老友記自然就要睇下呢一個加工點咩環境啦。點知冇行幾步就爭啲俾啲死豬肉散發出嚟嘅陣陣惡臭谷到暈咁滯。根據知情人反映，不法分子專門從惠州博羅、增城同深圳等地低價收購病死豬，送到嚟黑鍋店之後再進行處理。每天首先因為他工人都有10多個嘛，有10幾個工人在那裡分割豬肉。然後再有，你看那麼大的池子，好多個池子。量大唔單止，令人發指嘅係呢啲不法分子製作臘肉嘅手法。在那裡用毒鹽啊，工業用鹽啊，藥效醇啊，還有那種地白層嘅殺蟲啊嚟處理。專家話，一次攝入0.3克至到0.5克嘅亞硝酸鈉就可以引起中毒，甚至係死亡。而農藥滴白松遇鹼就會水解成敵敵畏，毒性非常之強。你食呢啲臘肉臘腸，幾乎就等同於服毒慢性自殺。我們會先把就現場發現這些疑似病死豬肉的，就拉去焚燒，拉去屠場焚燒。然後它現場這些倉庫，我們就會貼封條。而家就查封咗啫，之前都唔知有幾多呢啲毒臘肉、毒臘腸賣咗出去。知情人話，呢啲毒臘肉先會送到附近嘅農批市場，然後就流向東莞同珠三角其他城市嘅工廠食堂以及餐館。你唔知點解個呢個咪規律嚟嘅咧？鑊鑊都係啲記者先發現暗訪曝光，然後去調查啲相關部門先至會出現嘅。咁點解連相隔8-9幾公里廣州都知，當地佢係唔知嘅咧？成日都話冇證據啊，揾唔到啊，咁抵死啲記者鋪又俾啲記者佬揾到證據嘅喎。啲有關部門份糧係咪應該直接自動過帳過嚟電視台俾我哋出軌咗佢算數咧？咁大間廠凍咗喺度，日日生產咁多貨，咁多貨物出入入，咁鬼死大陣味，當地啲公安、工商、衛生等等部門，你哋係完全唔知嘅。我唔知大家信唔信，反正我自己又唔信。有啲嘢咧就真係唔知，有啲嘢咧係唔識嘅，又唔可以怪嘅啊嘛。好似而家呢個叫做現金社會講嘅係 cash 呢樣嘢啊，樣樣都係好睇表面化啫，所以下下都係先敬羅衣後敬人，冇見 LV 點見人啊，係咪？乜嘢睇表面噶嘛。不過好多老友以為自己買件嘢裝身啦，買咗件所謂國際名牌翻嚟，諗住拎出嚟威威曬曬，點知其實都幾失威下嘅。嗱，好似大家好熟嗰啲咩 CK 啊、Guess 啊呢啲咁嘅牌子，好多人覺得不折不扣啊，奢侈品牌啊。其實你如果研究一下，喺外國頂晒籠，咪2線尾3線邊啫，嗰啲咁上下啦嚇。咁點解嚟到中國賣到咁鬼死貴，仲要唔憂賣呢？好簡單，做個調查啦。原來因為中國咧遍地都係楊生同埋楊太，即係邊啲楊生楊太，即係乜嘢都嗌咩，即係嗰啲人多啊。喺廣州各大商場，地理位置最好嘅商鋪一定會被各種所謂知名嘅國際品牌所佔據。以廣州正佳廣場為例啊，從東門入去，裏邊第一間就係美國牌子 CK 嘅專賣店。對於絕大部分國內消費者嚟講，買一條 CK 牛仔褲，大半個月嘅人工就冇咗啦。而喺美國市場呢， CK 嘅品牌定位就好似我哋呢一度嘅佐丹奴咁樣嘅級別嘅咋。再行入少少，你又會見到 Guess 嘅專賣店，呢度求其一樣嘢，基本上都要4位數以上。但係老友記了解到，喺美國一條 Guess 嘅牛仔褲原價就係50美金，換翻成人民幣就差唔多係300蚊左右。而且呢一個牌子仲成日進行5折促銷添。咁計翻落嚟，價格同國內閒閒地就成1000蚊嘅價錢，差距竟然達到10倍之多。有啲係
品牌心理係啊，品牌心理好多都有，同埋其實呢個係中國嘅關稅引起咯，我覺得呢個應該是稅的問題吧？就是關稅的。對對對。OK， 呢啲手袋、服裝、化妝品，你仲話可以賴關稅啫？咁飲食業呢？例如嚟自日本嘅快餐品牌吉野家，喺日本吉野家充其量就係沙縣小食咁嘅檔次嘅啫。日本一啲吉野家嘅餐廳甚至連凳都冇張㗎，需要企住嚟食飯。只不過喺中國，吉野家就被打上咗白領專享咁樣嘅標籤。一啲鬼佬嘅普通嘢咧嚟到中國市場之後咧，就搖身一變成咗價格非常之貴嘅奢侈品。咁呢其中咧係有關稅嘅因素喺邊啦，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啲國外嘅商家係睇實咗中國消費者嗰種過分崇洋媚外嘅心理。而有專家就話啦，唔少外國品牌就係食住中國人呢一點，入咗中國市場之後，營銷策略就係標個高價，打造一個高端嘅品牌形象俾你，無非就係為咗掠多啲水啫。各位老友，喺你大出血狂掃呢一啲奢侈品牌嘅時候，你係咪都需要了解下呢一啲品牌背後嘅故事同埋價值呢？一講到沙縣小食呢幾個字，好多人就係咪自然反應咧？嗱，希望啲中意買名牌、為名牌而名牌嘅老友，不妨咁你少少時間喺買之前，你係咪都了解下你買嘅名牌到底呢個牌子有咩來歷咧？有咩底蘊咧？係咪佢嘅設計理念係乜嘢咧？佢嘅故事係點樣得嚟嘅咧？我舉個例 ，D&G 你走去買呢個牌子，你可能唔係衝住嗰3個英文字㗎。咁佢兩位設計師嘅友情，你其實又知唔知嘅咧？幾傳奇下㗎。Vivienne Westwood 嘅神奇老太嘅故事同埋佢對呢個社會嘅貢獻，你有冇睇過呢？咁點解 Chanel 嘅黑色係佢嘅經典？點解我哋會有黑色衫出現啦 ？LV 點樣走過佢光輝嘅100年呢？呢啲常識如果一啲都冇，你着到成個櫥窗公仔咁，依舊係個土佬嚟嘅啫喎，一睇就知道啦。快被稱為史上最牛煙草局長嘅元汕尾煙草局局長陳文柱，終於被有關部門開除行政職務同埋開除黨籍啦。據講呢一位局長大人唔單止超生，仲包二奶，而且隻手遮天，將局入邊嘅大把職位俾晒自己啲親戚，而佢哋單位每個月嘅招待費平均就達到200萬，咁嘅腐敗分子淨係雙開，未免太便宜咗佢啦啩。今日最荒唐，西岸有間小學搞咗個新花神，好學生就可以戴紅領巾。而嗰啲調皮搗蛋或者成日唔合格嘅差生就只能夠戴綠領巾。學校方面解釋，咁樣係為咗激勵上進，並唔係歧視。哇！咁大個標籤整喺學生嘅身上，仲話係激勵喎。咁你仲不如好似古代啲犯人咁，喺個面上面刻個叉字上去，咁樣咪仲激勵。話天上唔係天上，話地上執到寶，問天問地攞唔到。咁如果人哋執到寶，人哋自己咁啊好彩而已啫。咁但係若然佢執嗰啲寶係你嘅財物，甚至係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嚟嘅，咁你有排頭痕嘅咯。日前央視報道，有不法之徒盜用市民遺失嘅身份證騙開銀行卡，而呢一啲不法之徒買賣身份證嘅貨源，竟然係垃圾填埋場。原來垃圾場員工有時會喺啲垃圾度執到一啲遺失嘅身份證，執出嚟之後，佢哋就會以15到20蚊一張嘅價錢對外兜售，而且仲有固定嘅客戶添。而最受歡迎嘅就係北京、上海、廣州嘅身份證。不過呢家嘢好大程度係靠撞手神，有時一日2、3張，有時成個星期都唔發市。據聞火燒崗呢度都係一個貨源地，老友記今日就入咗分揀車間裏面問過。我而家垃圾填埋場嘅垃圾分揀車間裏邊，可以見到呢啲工人呢，全部都戴住厚嘅手套，喺一條運輸帶上面，將仲有用嘅廢物品先分揀出嚟。不過對於響呢度能夠執到身份證呢個講法呢，佢哋無一例外都矢口否認。哪裡有什麼撿啊？沒有什麼撿，撿不到。我們只撿那個膠紙，撿這個塑料。怎麼說？撿不了，沒有。沒有。好，謝謝。喂，有咩唔講得啊？不過正所謂無風不起浪，今日晏晝警察叔叔接報之後就拉大隊過嚟突擊檢查。那些到時候那撿的之後有關這個文件裡面的東西，你到時要交給我們公安機關。對平時工作或生活中發現這種情況，是吧？要向我們舉報。雖然暫時就未搜出有人販賣身份證，但係警察都逐一派發同張貼警示單，話俾啲工人聽，買賣身份證屬於違法行為。不過其實就算知道有人非法販賣身份證，執法嗰陣都係會有難度㗎。
第一个要买卖双方啊，这个他们都承认有这种行为。第二个呢，还有相关的证人啊指证。那麼呢，所以在取證方面呢，還是一定的難度。警察叔叔就提醒啦，唔見咗身份證，一定要第一時間去派出所辦理相關手續，咁樣就算有人冒用，你都唔使孭飛啊嘛。係啦，再次提醒大家，若然丟失身份證嘅話，第一時間真係要去報案，兼且嗱臨換翻個新證先嚇。咁而呢啲垃圾場嘅管理，我睇法你唔好期待啲有關部門啦，唔好辛苦佢哋啦。你話嗰度係星級酒店，唔使你講嘅，有人巡啦。又臭又污糟垃圾場嚟喎，個個都話唔關自己事，兼且取證好難。居呢家嘢咧，即係講到住啦，講到住咧，好多女就話啊，真係中意住臨江宜居，零舍正啊，係咪？喺番禺麗江花園啲女就話啦，佢哋嗰度真係臨江宜居啊，仲要唔使開窗簾，都聞到臨江，臨嗰條叫做黑龍江。泛住油光嘅污水，隨處可見嘅垃圾，仲有兩邊烏黑發亮嘅淤泥。呢條就係番禺上滘小橋下面嘅河涌啦。河涌兩岸分別有麗江花園同樂溪新城兩個大型社區，幾十棟住宅嘅居民每日都要忍受惡臭。好辛苦咁樣難聞。因為早上漲潮的時候跟退潮的時候，那個底啊反起來以後特別臭。我們整天從這裡過的，要捂着鼻子過才行的。早上啊、傍晚啊排水的時候，那時候最臭的，黑水簡直是黑水嚟嘅。於是附近老友同呢條河涌起咗個好響亮嘅朵。不知道叫什麼名字，我們就叫它黑龍江。呢條河涌咧唔單止喺居民樓下，而且仲緊挨住過馬路嘅呢條地下隧道。咁當行人行入隧道之後，嚟呢度河涌水就淨係得2米嘅距離。咁喺呢個密閉空間裏面，就會感覺啲水非常之臭，非常難受。附近啲老友話，以前呢條河涌都仲算比較清澈，政府亦都曾經組織清理淤泥，但係呢段時間就越嚟越唔掂當。這個應該是還是村部的一些污水比較多吧。老友記亦都同番禺區政府聯繫，佢哋話環保、城管等相關部門已經介入調查，基本將排放源頭鎖定喺萬興工業園區內嘅某間企業。如果確定係違法排污，將會對企業進行處理。嗱，我哋嘅自水嚇，閒閒地喐手都係10億8億係咁抌落啲水度嘅。咁呢啲咁嘅亂排污要處罰嘅，證實佢亂排污你要處罰佢，係按我哋從來都未加過價乜嘢升，嗰啲處罰都唔升嘅以前嗰啲環保標準嚟處罰佢啊，抑或按破壞自水工程去處理佢呢？呢啲咁大規模影響咁惡劣嘅環保事件，點解又係全世界啲記者佬掟晒去影啦？啲當地有關部門先知呢，係之前咧完全冇察覺啦，抑或啲檢查團走晒，你唔多覺咧。OK， 轉頭翻嚟唞幾秒啦，翻嚟我又發現最新鮮有戲睇喎。